好啦，睇翻比賽先。好啦，展開咗呢場男子組啊，港澳龍舟邀請賽500米標準龍嘅賽事。嗱，焦點就係放喺唯一支香港男英運動協會能唔能夠啊力抗就係我哋本地啊5支啊咁啊隊伍啊。3號就男英運動協會，就正如但係嗰邊1號活力體育會啊，2號嘅咧就係澳門消防局係咪咧？阿晶唔係喎，阿晶嚟㗎，消防局喺5號啊。咁啊6號民政總署，而家條龍咧就唔係話相差太大嘅差距啊。5號啊就係澳門消防局，澳門消防局有啊，隔離有民政總署。係啊。澳門消防局應該係唔錯嘅，睇嚟咧嚇呢個男英咧想贏呢個澳門隊咧就要先過呢一關啦我估計。哇！而家其實嚟講咧6條龍咧都係咧拍住一齊嚟鬥嘅過咗一半啊！冇乜分邊一隊話着數啲，邊隊快啲，但係咧個勢咧澳門消防局咧好似係搶得好緊要啦咁同埋呢個活力體育會咧亦都唔錯嘅，已經完成咗一半嘅賽程㗎啦。咁啊，啱啱過咗300米線，哇！但係嗰邊咁犀利嘅活力啊，真係有晒活力啊！咁啊喺呢個嘅過300米之後咧，咁啊而家0044就喺前邊領先緊啊活力體育會啊。咁啊消防局應該係啦，消防局第2，民政總署啊緊隨喺後邊㗎。咁啊反而頭先咧就係一陣比較嗰個風勢凌厲嘅男英運動協會就唔見咗喎，最後100米㗎啦。嗱，進入最後100米，澳門消防局喎，嗱而家領先就澳門消防局，隔離我哋睇唔到啊1號活力體育會點樣啊？1號活力體育會可唔可以上到嚟咧？翻到嚟終點啦，力奇應該贏啦，5、1、5、1、2、3，哇2、3、4、6啊！5就係澳門消防局最後冠軍，1就係活力體育會啊亞軍，3號男英運動協會啊第3喎，係嘛？係啊，呢個應該4咧就係9號方眾，應該就係俾佢攞翻個第3啦。嗱，睇下嗱，消防局真係厲害啦消防局啊有主場添啦。係啦，活動咁啊呢個活力活力係嗱睇下先啦。2號衝贏3號啊！2號衝贏喎，雅晶喎，好嘢喎！冇啊，3甲不入啊！